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你有沒有感覺，這幾年時間過得特別快，一天24小時根本不夠用，總覺得日子像飛一樣。很多人以為這只是心理錯覺，但其實不是。科學家發現，地球的自轉速度正在加速，一天已經悄悄變短了。最近，中國科學家更證實，地球自轉速度達到近50年來最快。今天，我們就來聊聊這個驚人現象，是真是假？為什麼會這樣？會不會影響我們的生活？記得點讚、訂閱，一起探索。首先，什麼是地球自轉加速？我們知道，一天是地球自轉一圈的時間，標準是24小時，也就是86400秒。但實際上，地球自轉不是絕對穩定的，有時快，有時慢。從2020年開始，科學家觀測到地球自轉明顯加速，2025年更是突出。7月9日、7月22日和8月5日，這3天成為今年最短的一天，每一天比標準24小時短了大約1.3到1.5毫秒。雖然只有1/1000秒，人類感覺不到，但用精密原子鐘測量，這是真實的。中國科學院國家授時中心的專家竇忠書記表示，專業數據顯示，現在地球自轉速率是過去50年來最快的，這意味住時間的流逝比半個世紀前任何時候都快。一天已經不足完整的24小時了。這不是科幻，而是基於高精度原子鐘和國際地球自轉服務局 （IRS） 的數據。那為什麼地球突然跑快了呢？科學家給出幾個可能原因：一、月球位置影響。月球的引力本來會讓地球自轉漸漸變慢，長期趨勢，但短期內，當月球運行到離地球赤道最遠、靠近兩極的位置時，引力影響減弱，地球就像甩開了車，轉得更快。2025年的幾個最短日子就和月球位置有關。二、地球內部變化。地球有液態外核和固態內核，內核的流動會影響自轉。過去50年，液態外核變慢，讓固態地球加速。三、氣候變化與冰川融化，這點有爭議。有些研究說，極地冰蓋融化，水流向赤道，讓地球質量更靠近中心，就像花樣滑冰選手收手臂轉得更快，本該加速自轉。但另一派認為，融水向赤道擴散，反而會稍稍減慢自轉，像伸出手臂。目前看來，加速的主因可能還是內部和月球因素，氣候變化反而推遲了減秒的時間。長期來看，月球潮汐摩擦還是會讓地球變慢，每世紀一天延長約2.3毫秒。但最近這幾年，短期加速蓋過了長期減慢。這個加速有什麼影響？對我們普通人，幾毫秒沒差，但對精密系統影響大。GPS 導航、股票交易、電網、5G 通訊都需要精確時間同步，差1秒可能出大問題。過去，因為地球變慢，我們加過27次正印秒，多1秒，但現在加速可能需要史上第一次負印秒，減掉1秒。科學家預測，最早2029年就可能發生。不過，好消息是，2022年國際會議決定，最晚2035年廢除印秒，改用其他方式調整，讓時間更穩定。科技巨頭如谷歌、Meta 都支持，因為加減秒容易讓系統崩潰。總結：時間過得快，不是完全錯覺，地球自轉確實在加速。中國科學家和其他國際團隊都證實了這點，但別擔心，這是自然現象，長期還是會變慢。我們的時間系統會調整好。你覺得時間過得快嗎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。如果喜歡這個視頻，記得點讚、分享、訂閱開鈴鐺。拜拜。